这个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来到台19架线的路段，不时咧塞车，所以台南市政府决定要伫个交流道口增设一个正弯的专用道，它来改善掉塞车的问题。画面上会使看到，伫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要接台19架线的车真多，常常会出现塞车的状况。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，台南市政府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讨论了后，决定要伫这个路口增设一个正弯专用的车道。那总金额大概1600万，那大概我们总工作天数大概90天。也感谢高工局，感谢公路总局，也感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3方面的一个合作。即马整体工程嘛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，再加上现有的车道和号志的调整了后，希望会使改善塞车的情形。未来嘛会当继续来改进。但是长期的解决还是必须要这个立体交汇，也就是国道3，台86直接接国道3这样下去，那这样下去的话，就不需要经过平面号志的处理。透过跨单位局处的合作，让这个短期改善工程会使伫上短时间来完成。马期待新的车道启用了后，会使暂时改善问题。接落来，市府嘛会继续争取预算，让市民会当得到上优先的交通环境。